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大家電視機熒光幕會見到一部六合彩嘅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係即刻開始第63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6號 ，First draw number is 6。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29號 ，Second draw number is 29。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28號 ，Third draw number is 28。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10號 ，Fourth draw number is 10。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3號 ，Fifth draw number is 3。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9號 ，Sixth draw number is 9。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27號 ，H number is 27。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3號、6號、9號、10號、28號、29號，而特別號碼係27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投第3獎嘅牌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嘅網頁。好啦，節目時間到呢度。